查民众党的郭文哲，即马人伫日本访问，昨下晡伊是去众议院和日本的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。郭文哲是表示，双方讲话内容无方便公开，嘛讲主要是讲到台湾、日本和中国三边的关系。 对于镜头点出笑容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访问日本第3天，拜会重量级的人物麻生太郎，是伫雅典加冕了后所见到的第2个日本前首相。两个人讲到真欢喜，原先预定半点钟的会面，到尾延长到1点钟。双方讲的相当机密啊，这个就不便在这个地方转述了。主要还是日本、台湾、中国的三角关系啊。这次还反而没有讲到美国的部分，就说这3个国家。 彼此应对的态度方法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4月嘛捌甲麻生太郎会面，郭文哲表示，麻生太郎有主动提起郭台铭，不过内容无方便讲。除了见到麻生，郭文哲再去原有拜会友台派政治人物日大坤会长、台下日本参议员连峰。囡仔袂使，囡仔。两个人讲甲真欢喜，连峰表示相信郭文哲会是一个好的领导人。会谈嘛有讲到台美要举行总统大选，连峰坦白讲，一旦想到中国对日本的压力会愈来愈大。特にその総統選挙が台湾で行われ、アメリカでも大統領選挙が行われることから、中国の日本に対する圧力も強くなるとは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、台湾の民主主義というのを私たちはどこよりも重視していま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